即阵新冠肺炎的确诊数依然是真济，而且有要到8成拢是去喂着 XBB 变异株。那最近是有医师发现讲，快筛试剂对 XBB 变异株可能是验袂准啊，准确度敢若剩7成。食药署表示，针对这款情形，目前还未收到通报，不过已经有请快筛试剂业者1个月内爱交评估的报告，确保民众使用的正确度。第4波新冠本土疫情同款伫高原期，有要8成的患者是喂着 XBB 变异株。不过有医师临床发现，国内新冠快筛的试剂最近是出现测袂准、假阴性的现象。譬如讲，有时大人伊的厝内人拢确诊，但是伊快筛是阴性，反倒安尼会去延误着治疗。他送来我们急诊的时候是休克或者是呼吸衰竭的状态，但是家属都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家里快筛了2次都阴性。但是呢，我们使用另外一个牌子的快筛，或是有的 case 是用所谓 PCR，就验出是阳性的，测起来是阴性，它有症状，有可能在过段时间呢，你再测它就变成了是阳性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病毒从喉咽的部分慢慢的呢到鼻咽的部分散布比较多了，它才能够被快筛所侦测出来。医师讲，台湾专案输入也是专案制造的新冠快筛产品，真侪拢无定期去做效果的测试。就以流感快筛来讲，若准确度无到8成，就袂当卖。但是新冠快筛并无8成，但是以目前来看，伊的准确度嘛，干那7成左右尔。评估了国际上的一个资讯，也都没有说，目前市面上的试剂对这个 XBB 没有办法检测它的效能。食药署提醒讲，新冠快筛试剂因为设计原理的关系，灵敏度是无 PCR 核酸检验遐悬，应该含临床的镜头做伙综合判断。目前食药署正在建立检验系统，后壁会针对每一件库存的产品对 XBB 变异株的检验性能，要求业者伫1个月内交评估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